香港建築師盧建能早年已進軍內地市場，2007年找住 CEPA 嘅機遇，考獲國家1級註冊建築師資格。2019年底，廣州市南沙區推出咗港澳人才職稱評審管理辦法，允許具備執業能力嘅港澳人士直接申請相應嘅職稱。盧建能喺2022年成為首位獲得內地正高級工程師職稱嘅香港建築師。職稱其實係專業技術水平、能力、成就嘅等級稱號。喺內地，職稱評審結果係專業技術人員聘用、考核、晉升嘅重要依據。冇內地嘅執業資格，香港建築師只能參與設計工作或者項目管理諮詢服務，唔能夠承接喺國內有資質嘅服務。以往境外公司參與內地政府項目投標，需符合企業同個人嘅執業資格要求，並滿足項目負責人嘅職稱要求。此外，呢啲公司必須同內地具備相應資格嘅設計單位組成聯合體，先至能夠參與投標。取得相關資格之後就唔同啦。香港建築師最終可以走到幕前，能喺大灣區內嘅建築項目中充分發揮全過程引領作用。而且我哋喺香港或者海外嘅項目業績、境外人員嘅經驗都得到認可，可以用嚟做投標材料，大大提升我哋嘅競爭力。而家個雛形咧就已經起咗出嚟呢度，咁就仲有一部分嘅建築都未起，都係沿住你嘅規劃設計。盧建能身旁嘅規劃師陳天陽同樣受惠於內地政策，2023年喺內地取得高級工程師職稱，成為本港規劃業界首位獲得內地職稱嘅香港規劃師。喺香港，建築師同規劃師有獨立嘅專業稱謂，而喺內地，兩者則統稱為工程師。其中內地嘅規劃師主要負責前期嘅概念工作。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招流標啊等等，佢哋都會要求呢個項目嘅負責人係需要有高級工程師嘅職稱。對於啲有經驗嘅規劃師，即係可能已經有10幾20年，咁佢想更好融入內地嘅市場，譬如省啊、廣州市啊、深圳市啊等等呢啲嘅協會嘅工作裏面，你攞到高級工程師職稱嘅時候，係對呢方面都係有利。位於南沙慶盛嘅港式社區綜合項目，係盧建能同陳天陽合作嘅成果，充分展現香港建築師同規劃師喺大灣區嘅專業優勢。陳天陽舉例，香港專業人士更擅長把握香港嘅招牌、路牌嘅設計概念，以及佢哋對社區嘅意義。我哋作為香港係生活即係土生土長嘅，咁我哋會分享更多就係話香港其實我哋嘅城市嘅活力，其實佢嘅組成係啦，係包括我哋嘅空間尺度係應該點樣嘅。咁我哋會更多喺我哋親身嘅體驗去俾到大灣區一啲城市嘅一啲嘅發展嘅經驗。陳天陽認為香港規劃師喺城市更新方面擁有豐富嘅經驗，能夠同內地市場需求同盤活舊有建築嘅政策相結合。香港嘅規劃師同建築師喺大灣區都能夠以佢哋嘅專業能力肩負住超級增值人嘅重任。關鍵就在於粵港兩地工程行業標準同規範嘅融合，就好似我哋喺呢個項目從建築設計到項目執行落地，對工程變更、質量控制、項目進度，以至到竣工驗收，我哋都要統籌協調各個專業顧問，全程把控。